国民党确定派侯友宜参选，民众党伫昨昏嘛正式提名郭文哲参选总统。目前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即马加共有侯友宜、郭文哲甲赖清德三个人是三卡赌的局面。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伊是表示，期待选举是良性的竞争，伊嘛希望对手爱确保主权、自由和民主。我今天是很高兴来到政大哈，不过我不得不说，你们很大胆，竟然把政治带进校园。回应学生囡仔各种直接的问题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积极抢攻少年人的支持，嘛对着流行的大局。这届总统大选，民进党真早就活动，对手的人选即马才全部确定。赖清德伫民进党中常会表示，期待选举是良性竞争，也希望对手有3项体认使命。头一项就是确保主权甲自由民主。这不是一场谁胜谁负的选举，而是一场凝聚台湾共识的民主团结运动。天佑台湾！对于侯友宜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，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是靠西，为朱立伦到侯友宜，国民党拢提名老炮市长参选总统，新北市民绝对袂认同。民众党中央委员会17嘛正式通过提名党主席郭文哲参选2024总统。民众党讲，对郭文哲个人的魅力有信心，相信伫辩论会有真大优势。但是，是不是也有可能跟郭台铭合作？因为嘛无讲假明。那个有关于那个郭台铭先生，他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才。我想柯主席以前也说过，也不光只是针对郭台铭，那跟任何一个那个优秀的人士，只要大家理念相同的话。我们是都可以合作。郭文哲嘛伫面册写文章恭喜侯友宜，佮讲侯友宜形象真好，伫党甲民间拢有真悬的声望。伊佮劝2个人徛做伙相片，话讲君主之争良性竞争。郭文哲嘛要第20举行记者会，说明参选理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